他在高架桥上驾车行驶到杨山路出口时，发现匝道出口有民警在检查过往车辆，因担心自己被查处酒驾，所以就将车辆停在匝道入口，自己则横向翻越中央隔离护栏，逆行向桥下跑去。民警正在查找时，忽然听见桥下有人高喊：“有人跳桥了！”民警立即跑到桥下，发现一男子坐在路边，神情痛苦，无法站立。哎呦，你真能乱！有这玩意儿我啊！也不能让跳，你看能多高了？你多高？你从下边走着，从那边跑过来，还翻，哎呦，还翻快着道！你万一要是要撞，你怎么弄？这两个喝瓶啤酒，待会一看人，我害怕不啊？民警迅速将其送往仁慈医院进行救治，检查发现其腿部骨折，测试结果显示该驾驶员的体内酒精含量为0。零食品 APP 等你下载。